做了一柄国风权杖，藏中式美学与古典纹样。镜子取下后还能看到立体的悬浮图案，握于手中也可以当春天的道具。接下来一起制作吧，用铁丝拧出造型，用粘土包一圈，上面再加一些小细节，用丙烯上色，底部加上长筷子做手握，再用珍珠棉剪下一些小片片，涂出渐变蓝色系，固定在做好的半圆上，再用勾线笔勾出边缘。结构部分搞定啦，继续用粘土搓出一些小花瓣，拼装起来做出春天的玉兰花，装饰在权杖上，加一些珠子更华丽。中间部分再加上镜子改造一下，固定在权杖上，加上流苏就完成啦。花园花色越放吹入你